我補充一句嚇，應該補充一句，我而家拍攝呢個片段啦，嗱，閉路電視喺度噶啦。我拍攝呢個片段呢，係2025年11月28號星期五嚟嘅，發現現場有人非法吸煙，因為呢度講到明呢係嚴禁吸煙嘅，嚴禁吸煙嘅。咁喺呢個垃圾桶隔離呢，有人食煙。食煙咁佢喺呢個垃圾桶塑膠料易燃物體嘅塑膠個垃圾桶嗰度呢，係整熄煙頭嘅，焫着咗嘅，攞嚟整熄煙頭嘅，係啦。咁非常危險，因為呢個塑膠垃圾桶係易燃物體，塑膠垃圾袋易燃物體，都係整熄煙頭嘅，係啦。咁呢個係嚴禁吸煙嘅地方。係啦，咁今日係2025年11月28號星期五下晝黃昏8點鐘至10點鐘拍攝嘅。有閉路電視，我本人做證人。好啦，我會報香港消防處同埋呢度管理處。